27章，较早起，正式市长甲民间的长老，大家议论要治死耶稣，就将伊捆绑送去交予孙母彼拉多。这时阵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罪，就后悔，将迄30块银摕倒来，予祭司长甲长老讲：我卖无辜的人的血是有罪啦。因讲：迄甲阮有甚物相干？你家己担当吧。犹大就将迄个钱摕伫店内，出去吊死。祭司长捡迄个钱来讲，这是废价，毋通下伫库内。因议论就用迄个钱买摇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的人，所以迄一块田直到今仔日要叫做废田，就是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讲，因用迄30块银，就是受固定的人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，买摇户一块田，这是教主所吩咐我的。耶稣徛伫孙母面前，孙母问伊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讲：你讲的是。伊互祭司长甲长老控告的时阵，什么拢无用。彼拉多就对伊讲：因做见证，告你遮尼多的事，你无听见吗？耶稣犹原无应，连一句话也无讲。直到孙母真觉得奇怪。孙母有一个常例，逐摆拄着这个罪期，照证人所爱，偷放一个囚犯互因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列巴，证人自执的时阵，彼拉多就对因讲：恁爱我偷放倒落一个互恁？是巴列巴呢？是称作基督的耶稣呢？孙母原知影，因是因为怨妒，才将耶稣送来。拄坐长的时阵，伊的夫人找人来讲：这个义人的事，你一点仔毋通管，因为我今仔日伫梦中为伊受真多的苦。祭司长甲长老挑唆证人，求偷放巴列巴，誅灭耶稣。孙母对证人讲：这两个人，恁爱我偷放倒落一个互恁呢？因讲巴列巴。彼拉多讲：安尼，迄个称作基督的耶稣，我怎样办呢？因拢讲将伊钉十字架。孙母讲：为什么？伊做什么歹事呢？因出力的话就讲将伊钉十字架。彼拉多看见讲也无路用，反倒生乱，就提水伫证人面前洗手，讲：流这个义人的血，罪不在伫我，恁先当吧。证人拢因讲：伊的血归到阮，甲阮的子孙身顶。对安尼，彼拉多偷放巴列巴互因，将耶稣鞭拍，交互人钉十字架。孙母一边就将耶稣带入衙门，叫全营一边拢聚集伫伊迄位。因甲伊烫衫，穿一领朱红色的袍，用刺皮编做面流，滴伫伊头顶，
摕一支芦苇，下伫伊的正手内，跪伫伊面前，彼人伊讲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佮佩烂伫伊的面呢，摕芦苇拍伊的头，彼人完就甲伊烫泡，穿伊家己的衫，带伊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因出来的时阵，拄着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勉强伊三角去，通背耶稣的十字架。到一个所在，名叫各各他，意思就是独路地。兵丁摕苦胆调和的酒，互耶稣啉，伊试了，就毋肯啉。因既然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就念口分伊的衫，佮坐伫遐看守伊。伫伊的头壳顶安一个牌，写伊的罪状，讲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当时有两个强盗甲伊同钉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，对遐经过的人讥刺伊，摇头讲：你这个拆毁圣殿，3日阁要建造起来，通救家己吧。你如果是上帝的囝，就对十字架顶落来吧。祭司长甲文士阁长老也是安尼戏人伊，讲伊救别人，袂为救家己。伊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通对十字架顶落来，阮就信伊。伊倚靠上帝，上帝若欢喜伊，现在通救伊，因为伊捌讲，我是上帝的囝。迄个甲伊同定的贼也安尼会支持伊，对中昼到申初遍地拢黑暗。约伫申初，耶稣大声喊着讲：伊利伊利，念马撒巴各大尼，就是讲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徛伫遐的人有诶听见，就讲：这个人在叫伊利亚呢？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走去，摕海蓉运满厝，放伫芦苇顶，送互伊啉。其余的人讲：搁等，看伊利亚来救伊啊无？耶稣搁大声喊，开就断啦。忽然殿内的场对顶到下裂做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别裂，门也开。已经困圣徒的身体，侪侪有起来。到耶稣国活以后，因对坟墓内出来，入圣殿，向真侪人显现。百夫长甲三甲看守耶稣的人，看见地震动，佮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惊，讲这真是上帝的囝。有一寡妇女伫遐远远的观看，看因是对加利利军队耶稣来服侍伊的，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佮有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佮有西比太两个囝的老母。到下远有一个财主，名叫约瑟，是阿里马太来的，伊也是耶稣的学生。这个人去见比列多，求耶稣的身体，比列多就吩咐互伊，约瑟摕身体，用清气又抹布包好，安放伫家己新的坟墓内，就是伊
插伫搬石内，佮将大石头撒到墓门口就去啦。有莫大粒的玛利亚，甲迄个玛利亚伫遐对着坟墓坐地。第二日就是有庇日的第二日，祭司长甲法利赛人聚集来见彼拉多，讲：大人，阮记得迄个引诱人的，要活着的时阵，捌讲3日后我要搁活，因为安尼，请你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3日。行了伊的学生来，将伊偷去，就甲百姓讲，伊对死来搁活。安尼，迄个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搁较厉害。彼拉多讲：恁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恁所为，把守妥当。因就带着看守的兵三甲去，放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